龙小弟，龙小弟，醒醒！老大，你来了，陪朕喝2杯。别喝了，你这以前不酗酒的，现在怎么了？什么都别问了，陪朕喝2杯吧。不许再喝了！看着我，我问你，鄂必齐隆德多是不是你下旨放他们的？你是皇上啊，你怎么能出尔反尔呢？天子的话，金口玉言，一言九鼎的。是啊，朕是皇上，应该金口玉言，一言九鼎的。你太让我失望了。老大，朕对自己也很失望。朕以为朕亲政了，就可以乾纲独断了，没想到。而且我就不明白了，你是皇上啊，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而且你要杀的都是那些死有余辜的贪官污吏，既不违反大清律例，又顺应民心啊。老大，当皇上哪有那么简单啊？朕现在心里好难受，让朕抱一抱好不好？让朕抱抱。说话不算数，我再也不想理你了。哎，老大，老大，哎，起来。你就是个大骗子，我再也不想理你了。你还记得这把扇子吗？还记得上面的字吗？你曾经说过，你不会让你的耳朵变成摆设。可是如今我才知道，你不仅是一条装聋作哑、没脚没爪的龙，你根本就是一条虫。是一座红尘的城墙，煎熬过你给的苍茫，用半世的真换一世的伤，奈何不了无言过往。如果真心总喜欢流浪，谁会陪我遥望夕阳？用痴心的苦换天真的想，思念比毒药更传唱。我不能和你在一起，相遇是最痛的别离。如果我不是我，你不是你，其实这就是我要的意思。你要记得曾经答应过我的那些话，消除贵族特权，革除积弊，整顿吏治，让全天下的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。好，我答应你，这个利息我一定还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盖章。龙小弟，我这个老大可能要先行一步了。别说胡话，咱们两个是拜过把子的，说好了有难同当，同生共死的，所以为了我，一定要撑下去。龙小弟，我也好想陪你回京城啊。放心吧，我还想去收那些你欠我的利息。放心吧，人不死，账不来，一定要好好撑着。要是你不在，我来账了怎么办？你不会来账的，因为你是一个好王。我之前说过，你是天底下最不该爱的人。可是我现在收回这句话，你真的很好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老大，谢谢你，所以一定要撑住。
相遇是最痛的别离。如果我不是我，你不是你，眼泪就失去爱的意义。我不能和你在一起。康熙在骗了我，康熙在骗了我。如果昨天可以重新定义，我依然愿意再次遇见你。如果昨天可以重新定义，我依然愿意再次遇见朱哥哥，我输了。别难过了。环美，我早就说过了，康熙在微服私访的时候，考虑的或许真的只有百姓。可他一回到这紫禁城，回到金銮殿，考虑更多的是他的皇位。朱哥哥，我问你，如果有一天你当上了皇上，你会不会跟康熙一样，在你心里最重要的是黎民百姓，还是你的皇位？你要说实话，不许骗我。如果有一天我做了皇帝，康熙没能做到的，我都能做到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我永远不会骗你。我跟康熙不一样，他从小生长在宫里，而我从小生长在民间。我对老百姓的感情和他对老百姓的感情是不一样的。我远比他了解民间的疾苦，朝廷的机弊。环美，如果有一天我骗了你，就让我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我不用你发这些毒誓，我相信你，朱哥哥。最起码你没骗过我，不像康熙那样。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师父跟爹要光复大明，扶你登基了。环美，你终于想明白了。我想明白了，而且通过这次山西微服私访，我也看明白了很多以前没有看明白的事情。像我们以前那样小打小闹，这里诛杀一个恶霸，那里铲除一个贪官，不过是图一时的快意恩仇，根本没有办法把老百姓从水深火热当中解救出来。环美，我永远不会辜负你对我的期许。我希望你也不要辜负我对你的感情。皇上吉祥。平身吧。是。叶欢呢？回皇上，诗诗姑娘已经安歇了。你们先退下吧。是。老大，老大，老大，朕知道你还没有安心，朕想跟你说会话。老大，
皇上，您还是先回去吧。世淑姑娘，她是小孩子脾气，您越是上赶着跟她解释，她就越是听不进去。您先放下几天，过几天自然就好了。只怕这次事情非比寻常，他跟朕不是一般的知己。皇上您放心，奴才跟李太医会好好劝劝他，相信他会明白的。真没想到，康熙会临时改变主意。这样一来，你打算借机挑起清廷内乱的计划，怕是落空了。虽然计划落空，但环美及时醒悟了，也算是意外之喜。啊，那就恭喜大师兄了。这样一来，小师妹就能收回对康熙的心思，一心一意地对待你了。只怕这付出的感情，不是说收回就能收回的。但愿吧。师弟，怎么什么动静都没有啊？不知道，不过应该快了吧？吴应奇最近几天每天都会在这个时候演出。吴应奇的大哥吴应雄是建宁公主的额驸，他们平西王府在京城也有很多的亲友故旧，所以吴应奇应该会有很多的应酬。哎，应酬肯定是有，但没准儿他还有什么其他的计划呢。师姐，我觉得三师傅说的对，我们还是应该提防一下吴应奇，别被他的外表给骗了。你别提我爹了，我爹根本就没把我当成他的亲生女儿，他只喜欢一欢一个人。哎，你可千万别这么说你爹啊！三师傅其实很疼你的。你还记得上次你赌气出走，三师傅在门口眼巴巴地等了你一晚上。哎呀，哦，对了，还有你脸上的伤，三师傅其实一直都在为你寻找那些珍稀的药材，为你配制那个什么冰肌玉元膏。还有小师妹，其实她心里也一直觉得挺对不住你。好了，你别说了，我不想听。好，我不说了。二公子，哎，师姐，吴应奇出来了。这，走，我们跟着他。
客栈到底是要做什么？应该是见什么人吧。师姐，你在这守着，我跟进去看一下。嗯。快跟上他们！师弟别急，只有石青红在马车上，吴应奇应该还在客栈里。哎，师姐，你看走眼了，那个驾马车的根本就不是石青红，而是吴应奇。他们刚刚在客栈里互相换了装束。难怪石青红今天一直带着竹笠，我这居高临下的看不清他的脸。原来他们在玩障眼法。吴应奇如此小心谨慎，只能说明一点，他在干的肯定是一个见不得人的事儿，说不定真的跟金钥匙有关。走。好像是在等什么人。这么晚了，他肯定不是一个人来这里看风景的，必定是在等什么人。师弟，你看，湖中间有一艘大船。想不到吴应奇行事竟然如此小心谨慎，居然将与人约见的地点定在了湖中心的大船上。樊师姐，你该不会到现在还认为吴应奇只是一个胸无城府、只懂得琴棋书画的文弱书生吧？可是也有可能是吴三桂的指示吧？你别再拿这些借口自己骗自己了，好不好？师姐，三师傅那边我可以替你打掩护，不过三师傅说的对啊，吴应奇他毕竟是贼人吴三桂的儿子，我们不可以不防。师弟，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？放心吧，我有办法。二公子，二公子，师弟，你可千万注意安全，万一有什么意外，我随时去接应。好的。二公子，坐吧。既然人都到齐了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心里的任务，大家都记住了。记住了。既然记住了，知道该怎么办了。
各位都是江湖上的英雄好汉，既然你们愿意效忠于我，那么就按我们之前说好的规矩来。你们若可忠于我，我保你们荣华富贵；可若你们对我有二心，也休怪我翻脸无情。我等誓死追随二公子，永不背叛。好。吴应奇约见的都是些什么人？我看不到舱内的情形，不过舱里除了吴应奇，大概还有10几个人。听他们说话和呼吸声，个个武功高强，应该都是江湖中的好手。吴应奇有提到这些人的名字和身份吗？没有啊，本来在这种地方约见就已经十分安全了，可吴应奇还是十分小心，出言谨慎，连即将布置的任务都是写在密信上了。我打探不到更多的消息了。师姐，现在你应该明白了，吴应奇其实很难对付，以前都是我们小看他了。也可能，吴应奇没你说的这么可怕。这些江湖中人，应该都是吴三桂暗中网罗的。他只不过是受他父亲的指派，和这些人接头罢了。至于那些密信，也有可能是吴三桂提前写好的呢。不对，吴应奇绝非一隅之辈，他心机很深，好像在暗中谋划着什么事情。对了，那些江湖之人宣誓的时候，也口口声声地说效忠的是他吴应奇，而非吴三桂。师姐，我觉得三师傅说的对，你现在是被吴应奇给蒙蔽了，丧失了应有的判断。我哪有？我只是在分析另一种可能性罢了。小心驶得万年船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以后跟他打交道的时候，还是小心一点吧，千万不要利用他不成，反而被他给利用了。老大，你就别再板着一张脸了，行吗？皇上千万别折煞奴婢了。奴婢啊，跟皇上是尊卑有别，奴婢再也不敢冒充什么老大，冒犯龙威了。朕知道你心里还在生朕的气。没有，奴婢在皇上面前只是一只小蟑螂。哦不，奴婢就是一只小臭虫。只要您龙族一抬啊，就能把奴婢剁个稀巴烂。是吗？那你昨儿个还骂朕是个骗子，不仅是个骗子，还是天底下最大的骗子！你还撕了朕的檀香古扇。奴婢得了失心疯了，求皇上治罪，奴婢罪该万死。老大，你就别再和朕赌气了，好吗？你以为朕不想杀尽贪官，整顿吏治吗？朕想，朕做梦都想。可是朕这个皇帝也不是万能的。太皇太后说的对，这朝中的事情很复杂，没那么简单，不能操之过急，否则只怕打虎不成反被虎咬。朕只能徐徐图之，你要体谅朕的苦衷啊。二公子，时候不早了，
咱们该赶路了。再等一会儿吧。叶姑娘和叶少侠一定是在京城寻到了亲人，想必不会和我们一起去滇都了。咱们还是赶快赶路好了。来，二公子请。倩影，倩影，叶兄弟，二公子，二公子，我还以为今生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所以说这就是缘分。我们原计划在京城投亲，但找了许久也没有找到。听说是以前搬到外地了。我本想在京城找一家镖局落脚，但是我妹妹一直拉着我，让我来投靠二公子。不知二公子可否收留我们兄妹二人？这还用问吗？求之不得啊！请。这一纵队向左，这一纵队向右，啊！开始攻城！哈哈哈哈！老爸，有人来了，有人来看我了，我要吃的。老爸，我是一欢，我来看你了。给你糖吃。我要知道啊，好吃，真好吃。玉欢，玉欢是谁啊？我要吃，好吃，我的糖。老爸，乖，不能再吃了，这个不能再吃了啊，乖，不能吃了。这还有呢，鳌拜，还有呢。鳌拜，你看，这是桂花糕，给你的。你是好人，他是坏人，他抢我糖，不好。哎，好吃，好吃。猪哥哥，看来鳌拜是真的疯了。好吃。吃完了，我们要杀出去。鳌拜，我们先走了啊，把吃的放在这儿，你自己慢慢吃。你们下次来看我，再知道。我还要。走吧。好吃，吃完了我们杀出去。以前呢，我觉得鳌拜很残暴，很可恨。可是他疯了以后，今天又看到他这样，我真的觉得他很可怜。你觉得他可怜，说不定他自己觉得很快乐呢。他这一生，前半辈子替爱新觉罗一族打天下，后半辈子在朝堂上和其他3个顾命大臣斗得你死我活，未必有现在的日子过得自在。鳌拜这一疯，他手下的情报网络也都瘫痪了，潜伏在咱们明珠谷的奸细也不会再露面了。现在形势很复杂，樊师妹跟叶师弟跟着吴应奇去了云南，继续打探1号金钥匙的下落。希望他们能顺利找到金钥匙，咱们也顺利找到真的铜匣，再找出潜伏在明珠谷的奸细，这样咱们就可以撤出紫禁城了。欢妹，你不是一直打算继续留在宫里吗？那是以前，现在康熙已经不是我的龙小弟了，我不想再继续留在那个骗子身边了。走吧。